来，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做上帝。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做上帝。约翰有听见，拢总受伤惊伊。一切就写学路做生命，有人在祈祷，有人在唱歌，用一切出声学路做生命。咱唱头一节吼，咱甲这个歌词会当来唱好识，咱大家做伙用这个节奏吼来念一遍。咱头拄仔是唱较慢，咱这个正式咧唱的时，咱会唱较紧吼。咱用这个节奏，咱来念这个话，念一遍。预备来，我要学，歹势。来，预备来，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主上帝，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主上帝。约翰有听见，拢总受伤惊伊，因此出声学路主生命。有人在祈祷，有人在唱歌，因一切出声学路主生命。这首诗的节奏，甲咱今仔日圣歌队要唱迄首诗的节奏，足共的吼。咱有圣歌队的迄个水准啦吼，咱做伙来唱这首，咱来唱全首吼。咱唱的是，因为头前是副歌开始，副歌了唱第一节了，搁唱副歌，搁第二节，然后副歌第三节了，最后是副歌来结束。这是这首歌。伊是迄个波多黎各的人写的词吼，是西班牙的曲西班牙的人做的曲咱真合办，咱来三个做来唱全首。要学路，我要学路，我要。我主上帝，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主上帝。约翰有听见，拢总受伤惊伊，一切出声学路主生命。有人在祈祷，有人在唱歌。一声一声说路主生命，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主上帝。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主上帝。因真声称赞，欢喜学路唱歌。将一切学路荣光归上帝，荣光归神父，荣光归圣教，荣光归耶稣到来世。要学路，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主上帝。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主上帝。愿做你听你，做永远我尊重你，我要称赞你，愿尊贵荣光归你到万世。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主上帝。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主上帝。我头咧
咧唱的时吼，迄副歌诶第二段我学了我唱了毋对吼，伊爱唱关音，吼咱即个副歌来唱一遍好无吼？要学路，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做上帝。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要学路，我做上帝。好，所以当来唱副歌的时，吼，咱会记得就是第二个学乐吼，我要学乐是唱观音的吼，唱观音。咱伫新春的时，用这首诗来做咱礼拜。咱愿望伫新春，咱可能有足侪的愿望，也足侪的计划。总是咱是毋是有一个愿望，就是咱每一日醒起来时，咱会当用咱的心来得乐咱的上帝，咱用祈祷来向上帝来交托今仔日一天的时间吼。咱即马足少咧甲人学乐吼，咱即摆会当家己厝边隔壁，甲伊学乐讲一句学乐的话好无吼？来开始，爱真正学乐哦，出于心内的学乐。咱甲咱的厝边隔壁学乐，咱当然爱甲咱的上帝学乐。今仔圣歌对要唱的歌是至关学乐，至关上帝。咱若用学乐、用祈祷、用欢喜的心来开始咱每一日的时，咱会真正看见上帝，咱会真正知影上帝的智慧要行出乎咱意料之外的奇妙的代志。吼，今仔日团队要讲的圣经是伫使徒圣经内底，使徒行传内底，保罗甲西拉因互拐伫家内的时，因是做啥物代志？因无伫遐怨叹，因伫遐唱歌学乐上帝。因为安尼，就互一个遐个狱卒吼，迄个过家的人吼，来反转来信上帝，得到救。这是大奇妙的代志吼。咱愿望会当用这个来做咱今年的开始。这首诗是194首。咱做伙来吟一个吼，后一节就好吼。预备来，开了就互我看见，你所启示圣经真理，伫我手中有奇妙所示，因为拍开主神之意，当我点睛地听候你，我心偏偏爱你一时，开目就互我看见一生的心。搁第二节。开我耳孔，互我听见你所传播福音真理的声，那入我耳内，当福给每位而来，我点听地听候你。我心偏偏爱你一时，开我耳孔，互我听见一生的心。愿咱会当点睛来听主的教示，互阮的心会当偏偏来听主的指示。三甲做伙来做礼拜。
今日是原住民事工奉献主日，奉献地仔咧，大家椅仔头前，请各位兄姐关心代祷甲奉献。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奏乐。恁着阿罗上主，上主的萝卜啊！恁着阿罗，阿罗上主的名，愿上主的名上阿罗，对即时到永远，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上主的名是应该阿罗的。上主搬过拢总的国，伊的阳光较悬伫遮的天。三角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304首，圣诗304首，请起立。
这是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坐死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活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国共同教会，圣道的相通，对下面肉体过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坐。三甲用启应文第12篇来应答上帝的话。我耐心听候上主。伊对死亡的寒风，对土地中甲我牵起来。伊教我吟新的诗，唱歌学乐咱的上帝。全心信靠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伊无拜偶像。上主，我的上帝啊，你有为我成就真侪奇事。你为阮安排的计划遐尼侪。这事甲礼物你无爱。你有开我的耳孔通听。我的指示拢记得共款。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听谈。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满心学乐你，你是阮的石盘，阮的救主，阮的心要时刻仰望你。当阮心内忧闷的时阵，你要成做阮的喜乐；当阮心内绝望的时阵，你要成做阮的毋望。当阮心神衰弱的时，你要成做阮的溃烂。主啊，你是听阮的上帝，阮知万项事，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求你帮助阮伫所有顺境逆境的中间，拢会当经历你的恩典，互阮倒转向你欢呼学乐，让人见证你的恩典甲大能力。亲爱的主上帝，感谢你对年头到年尾的保守甲带领，互阮行过逐项的经历。求你伫新的一年提升阮、开阔阮，互阮会当接到搁较侪的祝福。嘛求你赐下智慧教示阮，互阮知怎样算家己的日子，阮知日子安怎，困难嘛安怎。我要逐时跟缀你，逐一步拢行伫你施恩赐福的旨意内底。嘛求主互喜乐平安，搁一摆充满阮的心，互阮会当靠着圣神的溃烂，用心回应上帝的呼召，过着荣耀主利益人的生活。拄啊，即时我嘛要为着阮所犯的罪，求你赦免，求你赦免阮疼世界，甲世界的事比疼你搁较济。阮常常因为逐项的渴望、烦恼，也是钱财的迷惑，失去对你的信心甲信靠。恳求你怜悯，帮助阮将家己对忧愁中的网络中抽身出来，知影什么是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代志。主啊，求你赦免阮的小信甲无知，阮要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医治阮的城市、阮的国家、阮的世界，求你保守阮，互阮的性命，互你倒空，互你来清气，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恢复上帝荣耀的形象，嘛经历上帝你奇妙的引带甲改变。因为上帝，即时我要陪伴阮的心来参加礼拜，毋望上帝你的智慧甲气力进入阮的会中，以及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阮诚心拜列以上的祈祷，阮即时也要照主你所教示的祈祷文，同声祈祷音讲。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使徒信段16章25到34节，伫台语和日本圣经154页。新约使徒行传16章25到34节。若是半暝，保罗西拉祈祷，因死阿罗上帝，怀伫家里的人嘛注意伫听。忽然地大动，至到敢的地基拢摇动，遮的门也两边拢开，众人的刑具已经落。各家的人醒，看见家门开，拍算家仇拢已经逃走，就飞刀要家己杀。若是保罗大声叫讲，无得家己伤害，阮拢伫遮。各家的人叫人野火来，跳入去，摇摇喘，拍伫保罗、西拉的面前，带因出来讲：先生，我着怎样做，才会得着救？因讲：着信主耶稣，你着得着救，以及你的家。就用主的道理讲，互伊甲伊家内拢总的人听。伫迄暝迄时，各家的人拢带因去洗因的伤，伊甲全家的人迄时拢受洗礼，带因上伊的厝，备办互因食。已经信上帝，就甲堂家大欢喜。请廖国瑞传道讲道，题目是意想不到。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真欢喜，会当代表总会原住民宣告委员会来向咱大家请安甲报告。伫遮我会代表总会真感谢咱的教会伫过去常常对原选的事工伫遐来奉献，伫遐来支持来带导。我伫遮甲大家来大家来说多谢。伫2013年的时阵，我迄阵因为我有心啊，所以我本来伫台东来牧会，我伫台东新港迄个所在来牧会，我是一个阿美族。毋过伫2013年的时阵，因为我有心，所以我通过中会牧师的讲道了后，我就中会来请假，转来台北，专心来照顾囡仔，一直到即马。虽然讲我转来已经10年啊，要11年啊，毋过这10多年的时间，我的服侍拢无停止过。上帝真恩待我，无讲我是一个家庭主妇，就讲你着专心伫厝里吼，就煮饭啊、洗衫安尼就好。这10年的时间以来，我一直伫教会拢有服侍，吼。可能我真好用啦，因为我大学的时阵是读教会音乐系，这就歹念的。所以咱教会的瑜伽老师哈，是我的同班同学的主修老师，吼。所以我讲，那会遮拄好，吼，拄着我的同班同学，大学的同班同学的主修老师，所以可能我介好用啦，吼，所以有教会都邀请我去因的教会去遐来甲圣歌队嘛训练敬拜团，然后嘛顺续来讲道安尼。最近差不多伫2019年的开始，我伫一间真细间的原住民的教会来服侍，因为因真细间，能力真有限，所以因甲我讲，敢会当逐礼拜去因的教会来帮助因会讲台的服侍，所以我即马伫迄间真细间的教会来服侍，吼。咱要来听上帝话进前，请咱做伙来祈祷，搁一摆来祈祷。主，阮搁一摆将今仔日早起的聚会交托伫你的面前，求你互阮有谦卑、有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互你的话会当正备阮的心，阮的生命就会当得到更新甲改变，会当愈来愈亲像你。阮安尼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免。伫咱的生活中，咱常常会出现真侪意外的状况，也是讲事件，有一寡的事件，也是讲意外的事件，会互人感觉真欢喜的，咱就会讲这是一个惊喜。要毋过有一寡的意外的事件，是互人感觉真无舒适的、真着惊的吼。
真艰苦的，咱就会称作伊是一个惊吓的代志。要毋讲兄弟，有当时啊，惊喜无一定就是好的，啊，惊吓嘛无一定就是无好的，惊吓无一定就是歹的代志。因为咱知上帝伊总是会用咱所无想到的方法来做新的事。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节，咱一开始就会读到讲，一开始保罗甲西拉因就伫加加的内面，啊，毋过是安怎因会互人关伫加加内面呢？咱爱对16节开始来看的时阵，保罗甲西拉因几个同工一起到一个腓立比即个城市，然后伫腓立比即个城市呢，到安歇利的时阵。每一摆到安歇利的时阵，都有一群的妇女，一群人会聚集伫河边，伫遐来聚会来祈祷。所以保罗甲伊的同工到腓立比的时阵，就嘛去到迄个河边，甲迄群人、甲迄群妇女伫遐来聚会来祈祷。有一摆，伊嘛搁一摆搁去迄个河边来祈祷，伫遐来聚会。因就拄着一个女婢，啊，即个女婢是互卜卦的神救身呢，就是伊咱照即马的话讲，伊是互魔鬼附身呢，被鬼附的人，伊互卜卦的神救身呢，所以伊会当用卜卦知影真济未来的代志，所以伊会当替伊的主人趁足济的钱的。即个女婢，伊拄着保罗，伊拄着西拉伊的同工，伊就开始对因行，毋若是对因行尔，因一路就一直伫遐大声来喊讲，即个人是至管上帝的罗卜，要用拯救的路传互恁。即个人是至管上帝的罗卜，要用拯救的路传互恁。一直安尼，一直喊。而且连续几落工，伊就安尼来看，保罗实在是忍袂住啊，有够惨的，伊忍袂住啊，伊就对迄个女婢内面的邪神的魔鬼来讲，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对伊出去。圣经讲，迄个魔鬼就马上及时对迄个女婢的心上就出去啊！哇，搭一下太呀！但即些代志大条啊！即个意外对迄个女婢的主人来讲，这绝对是一个惊吓的代志。伊即个女婢身上的魔鬼，互保罗一赶出去啊！这表示啥物？这表示以后无人会当替伊来趁钱啊！无人会当替伊来趁钱啊！换一句话来讲，换咱即摆话来讲，咱会当讲。保罗因真不上道，保罗真不上道，伊挡人财路，所以讲，即个女婢的主人，伊当然嘛毋甘愿讲，我的摇钱树都安尼无啊，哇！所以因就将保罗甲西拉抓到罗马政府的官员的面前，要来控告因。即个女婢的主人啊！伊就甲罗马政府的官员讲，遮个人是犹太人，也毋过因竟然来搅扰咱的城，传咱罗马人无应该接受，也是无应该遵守的风俗的习惯甲规矩。因为伫迄时，伫罗马帝国的内面，任何的宗教信仰，你爱经过政府的核准，才会当算作是合法的宗教。迄个时阵，虽然讲犹太教已经是合法的宗教犹太人会当有家己的宗教的信仰，也毋过你袂当甲罗马人传福音嘛，袂使啦。因为安尼，所以即个罗马政府的官员，伊就命令人剥保罗甲西拉的衫。剥因的衫，而且佫用棍甲因拍，佫将因拐入去监牢内面，因的骹拢扛伫骹杠的内面。罗马政府的即个官员，伊佫吩咐迄个顾家的人讲，
即几个人吼爱说你哦，你爱好好啊，甲因看有好势，看有好势啊，袂使互因有逃走的机会哦。今仔兄弟听到遮，你是毋是有即种感觉？保罗甲西拉，因实在是有够衰，有够衰啦，真冤枉啦！明明因只是真单纯，伫遐来祈祷，伫遐来分享上帝的话尔，而且因搁去帮助迄个互魔鬼附身的女婢，会当脱离魔鬼的控制，互伊会当拄着自由，拄着透放。而且魔鬼离开迄个婢女，迄个女婢嘛拄啊好，会当来阻挡伊的主人继续利用伊来趁遐个不义的钱财。看起来，保罗因所做的代志，拢是好的代志，拢是对的代志啊。啊，毋过即摆因伫对，伫家内面。伫家内面，而且阁互人拍甲规身躯拢是伤，哪会安尼？哪会安尼？我无做毋着代志的，啊，毋过结局哪是安尼？即种的代志，若是发生伫咱即马，咱一定安怎？紧的哦，敲电话哦，紧的哦，找关系哦。看有实在啥物议员啊，吼，啥物立委啊，吼，啥物人拢好。紧的哦，来给我救我，赶快把我从监狱里面来救出去哦。然后，毋若是救咱出去，咱爱安怎？咱阁会进一步要安怎？要来控告遮个人。好，恁甲我会记咧，你安尼甲我害好，你安尼甲我拍好，倒一个，我你的名我甲你记条条。等我出去，你就知，相拄会着。即摆人会安尼，会去反控到遮会陷害咱的人。也毋过，咱看保罗甲西拉，因真奇怪，因毋若无去找关系，因毋若无去找啥物议员，无做即种的代志，因竟然还阁有心情，伫半暝啊，伫遐来唱诗，伫遐来祈祷。敢讲因互人拍的空喙，拢袂听吗？敢讲因的骹，互骹讲起来，拢袂无事事吗？保罗甲西拉因的行为，互加害的人感觉真稀奇，因拢伫注意咧听保罗因咧唱啥物，因咧祈祷啥物。啊，毋过无想到，即个时阵发生真大的地动。规个家牢拢伫遐来摇动，所有的家牢的门拢开啊，犯人身躯的刑具嘛拢落去啊。即个顾家的人看到即款的情形，伊真着惊，伊想讲：嗨呀，犯人拢逃走啊，要安怎？我嗨呀！所以伊就想讲：哇，安尼我即摆我要安怎咧？犯人拢逃走啊！回去我来试试好啊啦，所以伊就准备要自杀，因为迄阵罗马政府有规定讲，迄个顾家的人，如果若经过调查，伊确实有失职的话，伊会互政府来判死刑啦。所以即个顾家的人，伊就真着惊，讲我会互我的政府判死刑，我归去即马来试试，安尼好啊啦。保罗伊就看见迄个顾家的要自杀，伊就赶紧大声来叫讲：阮拢伫遮，你毋通伤害你家己啊！敢有影？敢真正安尼？犯人真正敢拢无逃走？要哪有可能？门拢开啊呢？因身躯的刑具嘛拢落去啊呢？这是逃走的一个真大、真好的机会，哪有可能大家拢乖乖伫家己的房间咧？哪有可能呢？顾家的人，伊就赶紧叫人摕灯火互伊，伊就赶紧装入去家内面。真正呢，大家拢乖乖伫遐呢，拢无人后白走呢。伊就悄悄带
真有礼貌来到保罗甲西拉面前讲：先生，我应该爱做啥物，我才会当得到救呢？兄姐，伫咱基督教的信仰内面，咱拢知影一件代志，就是上帝伊常常会用上帝伊常常会用超过咱的想象的方式来做新的事。我想，可能咱的性命有提出一寡的问题，讲啥？我比别人较认真，我比别人较拍拼。为什么？我比别人安怎较歹命？哪会安尼？是安怎好康的拢无我，歹康拢是我？是安怎加薪升迁拢毋是我，拢是别人，拢是伊？哪会安尼？我真好心，甲别人斗相共，用讲别人却骂我什物家暴啦！哎呀，我好心捡雷真嘛！是安怎？我伫教会真努力，伫遐来服侍，真热心伫遐来服侍。也毋过总是有人，伊永远就敢若出迄支喙尔，嫌这嫌迄。我做甲流汗，却互人嫌甲安怎流烂啦？是安怎？我将迄个人当作是我的好朋友，我真信任伊。也毋过，伊却伫我的后壁四过咧讲我的歹话呢，哪会安尼咧？是安怎？我对我所交往的对象一片一片的真心，也毋过我却真心换什么？绝情啦！我却真心换绝情啊！是安怎？我会拄着遐尼济的困难，也毋过我遐毋是基督徒的朋友，因却过了一帆风顺呢？哪会安尼？可能咱会拄着即款的问题，可能咱嘛会伫上帝的面前提出即款的问题。有一个故事安尼讲，有一个基督徒，伊真虔诚，也毋过伊的身体无啥好，伊定定破病，伊定定感冒。有一天，伊向上帝来祈祷讲：上帝啊，求你互我毋通阁继续一直咧感冒啊！求你互我的身体会当愈来愈健康，好无？有一天，上帝来到伊的面前讲：我亲爱的囝，我有听到你的祈祷哦。你看到恁兜附近有一个真大真大的石头，你有看到无？讲有啊。对明仔开始啊，你著逐工去杀迄个石头，安尼明仔开始。哇！迄个人真欢喜，讲哇！上帝听我的祈祷安尼，安尼对明仔开始，我著爱每一日去杀迄个真大迄个石头。所以迄个人，伊著每一日真努力去刷迄个真大迄个石头，伊真努力伫遐来杀迄个石头。也毋过迄个石头，毋知是安怎，拢杀袂叮当。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就安尼过去啊。伊游玩每一工拢真认真去杀迄个石头，也毋过迄个石头，伊游玩拢伫遐，拢袂叮袂动的，拢袂叮当。伊看伊的手，拢碰拍，拢变甲真粗啊，规身躯拢腰酸背痛。一年过去啊，迄个石头永远游玩伫遐，拢无叮当。一点仔嘛无叮当，伊的信心开始有一块的摇动啊！这个时阵，魔鬼撒旦来到伊的面前，对伊讲：“哎呀，你信迄什么上帝哈？伊叫你去杀迄个遐尼重的石头，你看，你辛辛苦苦，你遐尼辛苦，你杀几年啊？也毋过你看，你石头敢有叮当？无呢。”迄个石头一点点嘛无叮当，上帝根本就是伫咧甲你创治啦！上帝根本是甲你创治啦！即款的上帝有啥物好？有即款的上帝有啥物通好相信的？无安尼啦，你信我，你若信我我保证，互你每一工拢过了真舒适。迄个人伊听了撒旦的话了后，伊的心情搁较恶出啊。迄天暗时啊，
伊来到上帝的面前祈祷讲：上帝啊，我遐尼啊相信你，是安怎你要爱安尼甲我创治咧？上帝甲伊讲：我亲爱的囝，我无甲你创治啊。那安尼是安怎？你还叫我去杀迄个遐尼大的石头，结果我杀几年啊！迄个石头哪会拢无叮当咧？上帝甲伊讲啥？上帝讲：我是叫你去杀迄个石头，也毋过我无叫你去甲刷开啊！我爱叫你去杀石头，无叫你去甲伊刷开啊！杀石头是你的责任。也毋过将石头刷开是我的代志。迄个人佫继续问讲：既然煞袂叮当，那安尼是安怎？你爱叫我去做即个白了工的代志，无彩工咧？上帝就讲：谁讲你是白了工？谁讲的？敢讲你拢无发现？这一年以来，你逐工去杀迄个石头，你的身躯变甲愈来愈臃肿吗？刚讲你别发现，你已经愈来愈无得感冒啊！你的身体已经愈来愈健康安尼。兄姐，伫咱的生命中，咱会出现真侪咱无明白的代志。我想保罗甲西拉，伊嘛共款无明白，讲是安怎因会拄着遐尼衰的代志。因伫遐尽心尽力来服侍，一直努力来传福音。因为着有需要的人来祈祷，为破病的人祈祷，因替人赶鬼，互人会当得到自由。上帝应该爱好好啊，甲因祝福，好好啊，甲因保护，毋则对。也毋过是安怎？因犹原嘛是去拄着即种遐尼衰的代志咧。也毋过咱看保罗甲西拉，等伊拄着人讲遐尼衰的代志的时阵，因咧创啥？因咧祈祷，因伫遐咧唱诗歌。当保罗甲西拉伫家家内面唱诗歌、祈祷的时阵，家家的门开呀，相时福音的门嘛拍开呀。各界的人伊知影。保罗甲西拉因所相信、因所服侍的上帝是会当互人得到救的，所以伊来到因两个人的面前讲：先生，我应该爱安怎做才会当得到救咧？保罗就甲伊讲：你着信主耶稣，你甲你的家就会得到救。后来，即个顾家的人，伊就带保罗甲西拉去洗因的空喙，而且佫带因去伊的兜食饭，佫传福音予因厝里的人。因全家听福音了后，就马上受洗啊！圣经讲，因规家伙仔拢真喜乐，拢真欢喜，因为因已经信上帝啊！即款的结果，即款的结局是保罗甲西拉拢无想到的，因为这原本是一个无好的代志，原本是一个互人真受气、互人真睿智的代志，也毋过因为上帝做工就成做一个通欢喜的事。所以兄弟，当你拄着困难，你毋知影要安怎办的时阵，你着学保罗。你唱诗歌吧。当你感觉真委屈的时阵，你着学保罗，你唱诗歌吧。当你受到无公平的对待的时阵，你嘛去学保罗，安怎唱诗歌吧。当我拄仔转来台北，拄仔转来台北的时阵，有一段时间，阮全家吼，我甲我先生甲我的囝3个人，阮的生活费吼，剩1万箍，吼，遐扣扣，剩1万箍，来计下，兄弟啊，1万箍伫台北会当活袂？哦，可能会枵死哦，剩1万箍尔。我来到上帝的面前讲：上帝啊，我是经过祈祷有平安，我才我的长会来请假来。转来台北照顾囡仔的呢，
是因为我有平安，我才会当请假呢，无我毋敢请假呢。毋过你看，剩1万块啊，要安怎？上帝啊，这毋是台东，这台北呢，是要安怎活啦？你甲我讲，出来讲，出来讲。我就安尼甲上帝讲，圣经伫我的内面甲我讲，你家己想看觅啊。等你每一摆有需要的时阵，倒一摆我无照实供应互你，倒一摆无，你出来讲。我上帝叫我出来讲，我的面子有小可挂不住，我就讲好啦好啦，你上熬啦。我就安尼甲上帝讲，迄个时阵1万块，兄姐伫台北1万块无法度生活。囡仔买牛奶粉，买绿珠啊，阁有真侪需要，要食饭，1万块真正是无够。也毋过迄段时间，阮无一顿是枵巴肚的，没有一餐饿肚子，无一顿饭是枵巴肚的，无。阮爱若要孝单，拢会当缴出去，拢会当。阮无枵巴肚，无一顿饭是枵巴肚的，而且有当时佫会当出去食一个较青草的，佫会当出去食一个较青草的。有人甲我问讲，1万块你安怎生活的？我甲应一句话，我毋知。你安怎过？我阁应一句，我嘛毋知。你若是即马甲我问，难道你安怎过？我会甲你讲啥？我毋知，我真正毋知。到即马，我嘛毋知影，迄段时间1万块，阮是安怎生活的，我真正毋知。所以我知影一件代志：上帝的数学甲人的数学无共款啦。上帝的数学甲人的数学无共款，所以亲爱的兄姐，咱的性命无法度无烦无恼，事事顺利。也毋过，咱也知影，伫愈无稳定的环境内面，伫愈互咱感觉真不安的情绪甲处境的内面，咱的心就愈需要伫上帝的面前安静落来。伫安静中，咱要听上帝对咱所讲的话。伫安静中，咱会当对上帝来重新得到快乐。伫安静中，咱会当来看上帝奇妙的作为。伫人所看无好的代志，伫人所看是无好的环境的内面，因为上帝做工，就会当成做一个通欢喜的事。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事事顺利，没有办法一帆风顺。我们知道我们会经历很多的不明白，很多的为什么。但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像保罗跟希拉一样，当遇上这些我们不明白的事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面。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唱诗，向你来赞美。因为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总是好的，我们相信你对我们生命的带领总是好的。求你帮助我们，在安静中，我们可以观看你奇妙的作为。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向你祷告的时候，主，你使我们的心灵能够重新得力，能够面对一次又一次的难处。我们可以靠着你越来越像你，我们可以靠着你，我们的信心可以越来越坚固。我们将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来看一段影。No puedo olvidar
帝所喜爱的众姐妹、弟兄、众同工，大家平安。我是总会原住民宣教委员会主委北斗卫喜庆牧师。我在这里代表原先向各位致上最诚挚的感谢。多年来，因着你们的关心、支持和代祷，使得原先的事工得到许多的帮助。2024年是原住民宣教委员会设立70周年的日子。回顾这些年，原住民的宣教事工从原乡教会的设立，到都市原住民教会的陪伴，从原住民土地的议题到原住民证明的运动，从推动社区总体营造事工到社区文件站的设立，从罗马字的学习到族群母语能力的提升等等。我们都可以看见这70年来，上帝在众原住民的教会当中奇妙的带领。在整体原宣的事工上，我们仍然有许多要继续努力的，譬如原住民教会的传道事工，在小型教会以及都市教会的宣教挑战，或者是原住民教社事工到原住民的议题，社福以及产花事工的挑战，又或者是原住民教育事工在族语推动、文化建构和原住民主体意识的提升，原先仍需要更多的支持、跟贡献、跟关怀。因此在这里特别邀请各教会众牧长继续关心、支持原宣的事工，使基督肢体合一的美好见证落实在台湾众教会间，并使基督救恩的福音广传在上帝所爱的这片土地上。愿神祝福大家平安。主播来读今日的经句，请咱做伙来读2遍。是照所记载讲，目睭袂捌看见，耳孔袂捌听见，人的心袂捌想到，就是上帝为着听伊的人记那所备办的。哥林多前书2章第9节，是照所记载讲，目睭袂捌看见，耳孔袂捌听见。人的心袂捌想到的，就是上帝为着听伊的人记那所备办的。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9节。大家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194首，194首，请起立。
谢，请赖玉芳执事、赖宜佳执事、廖敏树执事负责奉献。请起立。请坐。请看周报57页消息报告。第二点，今日是原住民事工奉献主日，特别派廖国瑞传道前来讲道请安，多谢廖传道，请兄弟关心奉献。今日下晡12点半要召开中执会，请中执参加。宣教组定今日中执会后要召开宣教组分享祈祷会。第4点，教育组甲摩西牧区小组事工要定2月25，后礼拜下晡1点到3点要邀请台湾新学院灵性諮商张雅慧教授主讲，适当使用人格9型灵性关怀讲座。要参加的，请向高专长老谢秀雅执事来报名，今日截止吼。奉献部分有创哦，请向中执订正。周间聚会甲后礼拜成功事奉者，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来欢迎新来的朋友，欢迎杨正熙弟兄，欢迎你。好，来，这是咱来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互咱大心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为着宣教士来祈祷，为着建堂的事工祈祷。咱嘛真欢喜，咱的原因伫昨有生一个真古水的查甫婴仔，咱嘛恳求主保守，互伊会当恢复，互囡仔也平安。咱嘛继续为着遮的怀孕的姊妹明义甲玉桥来祈祷。咱嘛为着身躯欠满的兄弟姊妹庆福兄、清真兄、信实姐、慧玲姐、
秋菊姐、北迪诺娘、阿卡姐、西江兄、明珠姐、邓妈妈、金生兄、道明兄、俊行兄、赵雄兄、应轩、张老师、龚琪姐、陈其雄长老、以李素梅姐、方梅姐、明理姐、阿菊姐、各元兄、佑庄兄、李雀老师，互咱开喙为着遮个事，咱做伙来祈祷。主安感谢你，互阮会当组织伫遮做伙来敬拜。今仔日透过传道即段的经文，搁一摆提醒，当阮的生命中间有发生阮所想袂到的代志发生的时，主，阮要安怎来仰望你？主，恳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聚焦伫你，互阮会当继续来坚调你，无互即个世间，无互即个环境来引带走。主，阮也要为着阮的世界来祈祷。阮看见世界有真侪的动乱，有战争，有真侪的灾害发生。主，阮恳求你的赦免，恳求你的怜悯，互人类会当伫安尼的一个真黑暗的时期，会当互相来帮衬，也互我会当超找真正的神，就是上帝你。主，恳求你帮衬，互阮会当改旧换新，来到你的面前。阮也为着阮的台湾来祈祷，恳求你保守，阮也有真侪同胞也未认捌你，恳求你使用阮每一位，互阮会当有好的见证，会当伫阮四周围也未信的朋友的中间，继续有好的引带。主，阮也要为着宣教师来祈祷，侪宣教师因努力做工，总是阮知因伫真困苦的环境。主，恳求你也怜悯帮衬，互因甲因所做的工拢会当有效果，也恳求你保守因全家的性命甲因的安全。阮也为着今仔日阮所听见原住民的事工的需要来祈祷，恳求你保守阮的同胞，互因伫台湾这片土地会当有平安的徛起，特别福音的传扬。恳求主，你也赏赐侪伫原住民教会，也是事工内面做工的遮传道者，互因有智慧，知影安怎现代的遮的青年、原住民的青年来宣教。主，恳求你保守看顾，也补助因的需要，也为着阮的建堂的事工，也是阮逐样的事工来祈祷。3月份，阮真侪事工也渐渐要开始，恳求你保守。吸引无共款年龄的人，会当来到教会来参加遮个事工。阮也为着怀孕的姊妹明依、雨乔来祈祷，恳求你保守看顾因，甲因巴倒来囡仔。也感谢你，互原因甲预防会当来伫昨来得到一个查甫婴仔。恳求你保守因，互因拢平安。阮也为着身躯欠安的遮兄弟姊妹祈祷，侪兄弟姊妹身躯软弱。伫厝里，因也接受治疗，也是复健的。主，恳求你保守，赏赐互因心灵拢会当有上帝你来的医治甲平安。也看顾因厝内的人伫陪伴，伫看顾的时，也有加倍的疼心甲健康的身躯。阮将兄弟姊妹愿拢交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主你引带。互阮头前的路，无论是怎样，阮拢会当坚调上帝，继续向前行。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来用圣诗391首，圣诗391首，因时后请陈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永远甲恁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真侪。